想睇下咩座呢？巨蟹座。我睇下 success 成功 success 講過好多次啦，成功啊，陽光啊，有時候的確係咁樣，但有時候睇到細節，佢就另一回事。希望今次一個巨蟹座唔會例外。睇到有些微嘅性嘅符號，見到有把握之中，所有喺我掌握之中，見得到冷笑，見得到冷笑，唔睇咁多啦，睇到啲幾樣已經足夠今日嘅幾分鐘解釋。順便賣個關，我同客戶係每一次係20分鐘，當然唔止一張牌，翻嚟呢度。巨蟹座嘅你喺未來嘅2個月，你認為可以掌握住對方對你嘅情感，對方唔會變心。但係你嘅認為有可能錯嘅，睇啱講到些許細節啦。你認為咩錯呢？你認為靠床上、靠身體可以把握住對方？你認為靠夜晚嘅，可能你鍾意夜晚同你伴侶飲下茶、傾下偈啊，溝通下，心靈溝通下，你可以認為啲係可以揸緊對方嘅一個憑證、憑據，你嘅優勢，但係你其實唔係。喺未來2個月，有第三者喺度對你冷笑。佢點對你冷笑呢？佢咩情況下會對你冷笑呢？我哋推下你想像小故事。你可能係因為你嘅伴侶同佢講咗好多嘢，同佢講你床上嘅表現啦，你嘅一個溫柔啦，你認為點同佢溝通啦？認為你可能係佢嘅紅顏知己啦，呢啲你所認為嘅優勢，呢個對住你冷笑嘅第三者，佢同你嘅伴侶話咗畀佢知，但係有時候你嘅伴侶未必認為呢啲係你嘅優勢。你床上技巧 OK， 但係第三者嘅床上技巧，佢嘅魅力，佢嘅新鮮感，可能係比你更加 OK。我啱總結到啦，未來2個月，巨蟹座嘅朋友有某個第三者喺度偷偷咁望你，對你冷笑。我諗就係今日俾巨蟹座嘅最大嘅一個警示提醒。
睇下巨蟹座嘅西方對巨蟹座嘅一個運程嘅一個提示。佢話巨蟹座，你本週嘅愛情唔係發生喺未來，而係反覆咁浸到你半生死，愛情就自然咁過去啦。你同伴侶之間每一次嘅對望，望住對方，有時你覺得係情濃於水，但可能對方係望住你嘅時候，佢其實顯出一啲以前你哋唔開心嘅畫面。希望讀者跟得上我思想嘅節奏咯。有時候你受咗傷，你就睇返你一個安全嘅一個河裏，安全河裏，安全屋裏，等對方嚟敲門。喺夜深嘅時候，城堡外邊可能會傳嚟水聲，你知道嗰啲唔係海浪，嗰啲可能係你未講出口嘅一個喊。感情過程冇人會簽咩合約，冇人會簽啲咩保證。所有嘅發誓都係假，你而家唔知道係假，你未來會知道係假。再講返幾個單身嘅朋友，單身嘅朋友喺未來2個月會偶然間俾某個異性心動咗一下。不過你要提醒，唔係因為佢真係咁魅力，而係因為佢好似你某一個舊情人，係某一個你未放低嘅舊情人。即管睇下未來2個月會唔會有咁嘅一個邂逅，一個外表或者性格似你舊情人嘅人出現。好期待下。